靈修分享，日期2025年4月12日。經文民數記13章1至24節。上帝吩咐摩西從以色列各支派中選出一個首領，差派佢哋前往迦南地進行探查。於是摩西從巴蘭曠野派遣12個支派嘅領袖前往迦南地。摩西叮囑佢哋要探查迦南地嘅居民、土地同埋城邑嘅情況，並帶回當地嘅果實作為證據。昔日摩西縱然有着上帝嘅旨意，有着上帝嘅大能喺佢背後撐腰，仍小心行事，探查迦南地各樣嘅情況。反過嚟，今日有啲教會領袖未有查明自己教會嘅實力同埋計算代價，亦冇等候上帝嘅旨意，就貿然喺教會嘅事工上大步向前，結果換來嘅係身心俱疲、焦頭爛額同埋事倍功半等。你們哪一個要蓋一座樓，不先坐下來計算費用，看能不能蓋成，免得安了地基不能蓋成，看見的人都笑話他，說這個人開了工，卻不能完工。這樣，你們無論什麼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作我的門徒。路加福音14章28至30及33節。阿們。